在南台科大董事长张信雄的监教下，卸任的代理校长周德光将印信交接给新任的校长黄能富，成为南台科大第6任的新的校长。请再次鼓掌。谢谢张董事长。交接典礼由董事长张信雄亲自主持。董事长在致辞时，除了感谢卸任的代理校长周德光在任内为学校所做的贡献，另外对着新任校长黄能富教授在人工智慧领域的表现和成就，嘛表示肯定。现任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资讯工程学系特聘教授，拥有丰富的学术及学业经验及产业经验，也是知名的人工数位专家，专兼物联网与人工数位技术，特别是研发多项数位农业技术，对提升台湾农产品品质与产量做出重大贡献。李新任校长黄能富本身是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特聘的教授，同时嘛是 AI 领域的专家，曾经将 AI 的技术成功应用在智慧农业，并且创办摩克斯的平台。未来嘛要将南台定位做 AI 实作的科技大学，定位我们学校为实作型的 AI 科技大学哈。那这个怎么做呢？所以我会希望来建了一个我知道我也建的差不多了哈，叫做 AI 人才培育的平台，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不只是我们学校的孩子，附近学校的高中、高职科学园区我们都可以来教授有关这个 AI 模型就像视觉就影像辨识啦，听觉就声音辨识啦，甚至嗅觉甚至触觉这样方面的 AI 的模型我们会打造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孩子们或者工程师来真正的做过 AI， 做过一次胜过你读过好几本书啦就是真的让他们来做实作那我们把这个平台打造出来。上午的交接典礼包括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嘛拢特办贺电来祝贺。现场出席的还有南台科大董事、统一企业董事长罗志先、校友总会以及产官学各界超过100位的贵宾到场，场面盛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